Hello，好耐冇見，大家好。我係大店主 Vivian，今日同大家一齊 DIY 無酒精香水，會用到材料包嘅。咁我哋一齊睇下材料包入邊會有啲乜嘢嘅材料啦。由於完全係冇用到酒精，所以製作完之後可以即刻使用，唔需要等熟成。每個材料包入邊咧都會有3款香味，你可以對照翻 label 上邊係邊3隻嘅香味，再揀選你想要嘅嗰個材料包。仲有就係精油乳化劑，冇用到酒精啊，所以呢支精油乳化劑好重要㗎。50ml 嘅燒杯一隻，另外都會有一啲嘅材料你需要自備，咁我稍後再話俾你聽有啲乜嘢你要自己準備啦。工具包啦，都幾多嘢㗎，我哋逐樣開嚟睇一睇啊。5支有刻度嘅吸管。有一本香水專用嘅聞香試紙，大概有50張，絕對足夠你試到心水香味。仲有3支攪拌棒、貼紙、香水樽有4支，每支10ml嘅。除咗整俾自己，仲可以為朋友度身訂造只屬於佢嘅香水。通常女孩子鍾意花香、茶香，男仔呢就木香、茶香為主。透過調校比例呢，就可以做到同樣都係花香、茶香，但係聞起上嚟感覺又好唔同。隨機附送嘅包裝紙，每盒都會有唔同㗎，你可以將製成品同朋友分享。事不宜遲，準備好材料同埋工具，馬上開始。頭先講到有部分材料需要自備，包括純水50ml，即係蒸餾水或者過濾水都得嘅。有需要可以準備定有機香水酒精，整個過程呢唔會用到酒精。不過如果你製作過程發現香味唔啱心水，想從頭由頭再整過，全部用具呢都需要用到香水酒精去清潔。用水係洗唔乾淨啲香味㗎，殘留嘅香味會影響新一輪嘅製作。調香嘅第一步，喺3款香味入邊揀一款你鍾意嘅味道作為呢支香水嘅主香調。假設我揀咗花香作為主調，呢個香味份量就會佔最多嘅。攞起一支吸管，加入1號香味20滴。要注意每支吸管只可以用喺同一隻嘅香味度㗎。跟住就可以用木香或者茶香作為副調，份量就會佔第2多。同樣都係拎起吸管，加入2號香味12滴。麝香或者白麝香香精有定香作用，可以提升整體香味。用吸管加入3號香味8滴，跟住就可以搖勻搖勻，再根據香味做調整。如果想花味重啲，或者想木味再濃啲，又或者其實你鍾意定香嗰一隻嘅麝香或者白麝香，你都可以按你喜歡嘅方向逐滴逐滴添加上去，調校去到你喜歡嘅香味。期間要注意，因為香水成品係10ml，全部香味要控制喺1.2到2ml。下一步就可以添加精油乳化劑，將香味充分分散喺水入邊，用量大概係1:1到1:3，20到40滴就足夠啦。搖勻搖勻再搖勻，理論上精油乳化劑唔會影響到香味組合。由於香水成品係10ml，香味濃度控制喺12到20%，餘下嘅部分除咗精油乳化劑，仲有就係純水。請添加純水6.4至7.6ml，每支吸管上邊呢都有刻度，請你按住刻度添加到足夠嘅水量。再次搖勻，今次要出動埋攪拌棒先得啦，要將全部材料攪拌均勻，然後就可以用香水專用嘅聞香試紙搣一張落嚟試一試個香味，到底呢個成品嘅味道係咪你心水呢？
用尖嘅嗰一端放入香水入邊，拎出嚟要揈揈揈嘅喎。然後你就可以行近啲去聞下個香味啦。如果呢一個步驟先至發現個香味，我真係唔中意，咁可以點做啊？咁你就必須用香水酒精去清洗全部嘅用具啦。用水係洗唔到㗎。呢支成品你好滿意咯喎，咁我哋就可以拎一個香水樽出嚟入樽啦。好多人都會想知無酒精香水同有酒精嘅有咩分別㗎？酒精有助揮發，香味會散得好啲。不過對於酒精敏感或者皮膚敏感人士，無酒精香水相對地呢就唔會刺激到皮膚。早前我都有分享過 DIY 香水膏，同樣唔會用到酒精嘅。大家有興趣可以 click 右上角去睇下嗰條片。我都準備緊另一條片教大家做 DIY 有機香水，會用到有機香水酒精嘅。請大家 subscribe 呢一條嘅頻道啦，咁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新片嘅通知。除咗會同大家分享 DIY 短片，都會有產前產後護膚護理資訊。貼上貼紙就可以試用啦，噴上啱啱完成嘅香水，揈揈揈，你再聞一聞，係咪我中意嘅香味呢？你可以用以上嘅方法為你嘅朋友度身訂造一款只屬於佢嘅香水。呢份禮物相信非常有心思，希望大家中意我今日嘅分享。歡迎大家喺留言同我分享你嘅成品，話俾我知你嘅配方。呢套 DIY 香水材料包可以揀有酒精或者係無酒精。一共有4套唔同嘅香調，包括花香為主、茶香為主、木香配搭花香，或者茶香配搭木香。大家可以按住自己嘅喜好揀選適合嘅套裝，同我一齊 DIY 香水。今日分享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或者門市見，拜拜。